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说客话学讲客家话喽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的是上午、下午、傍晚、晚上怎么说。上午呢，客家话是这么讲的哦，跟着我来哟。早晨头，早晨头就是上午哦。那下午呢，下猪头。下猪头，这是下午哦。那傍晚呢？千万不要想着傍晚，那是外国人在说中文哦。傍晚呢叫做臨暗頭，臨暗頭，這是傍晚哦。你看晚上怎麼說呢？安補頭，哇，好棒哦！有人竟然馬上可以接話，安補頭啊，好了不起哦。那再來，我們幾點鐘碰面呢？怎麼說呢？1點見面咯，1點見面咯，就是我們 we，1點幾點鐘？見面就是見面的意思，1點見面咯。那麼下午3點方便嗎？叫做下晝3點做得麼？下晝就是下午啊，3點就是3點，做得麼？再來一次。做得麼？就是像說你做得到嗎？這是可以嗎？下晝3點做得麼？再來約好以後呢，就要跟對方說你要準時哦，不要遲到哦，叫做愛準時哦，唔好敷唔到哦，愛準時哦，準時哦就是準時哦，唔好就是不要哦，不可以哦，敷唔到。敷唔到就是趕不到啦，就是遲到的意思。應可喜相逢，許巍老師要教一個客家俗話，叫做上逢沒位露出來外念經。再來一次哦，上逢沒位露出來外念經，好可愛哦！這句話叫做城隍廟裡面的那個老鼠呢，也會咕咕咕，南無阿彌陀佛念經哦。老鼠怎麼會咕咕咕念經呢？因為它住在那個廟裡面嘛，啊，整天就聽他們念，念多了，它也會念了，很有意思。那麼在英文裡面是什麼意思呢？就叫做 habit is second nature. Habit is second nature， 也就是習慣成自然的意思。再跟我念一次哦，上逢沒位露出來外念經，上逢沒位露出來外念經。Habit is second nature。我們今天學了很多東西，就學到這裡咯。接下來跟許巍老師一起來複習一下下，跟着我念，嘴巴借我，拜託你，張開來。上午早晨頭，下午下晝頭，傍晚臨暗頭，晚上呢安補頭。我們幾點碰面呢？1點見面咯。下午3點方便嗎？下晝3點做得麼？要準時，不要遲到哦。愛準時，唔好敷唔到哦。上逢沒位露出來外念經。好，今天學到這咯，安子 say 再見。